喎。趁佢哋準備嘅時候，不如我哋用熱烈嘅掌聲鼓勵一下佢哋啊！我見到咧有家長準備咗燈牌喎，咁你哋都可以開燈準備喎。請全體畢業生唱畢業歌。我哋再俾多次掌聲，同你唱歌先，恭喜小朋友啦！接下來我哋請上高三 B 班嘅小朋友先到台下就座。程序吧表演，上高三 A 嘅小朋友喺唔同嘅階段都會認識到唔同嘅朋友。喺呢3年甚至4年裏邊，